台南成功3月新天地百货公司举办2020年初夏购物节的活动，这摆推出会员伪装品一笔拿3000到上300，那使用 SKM Pay， 可以当摕到 SKM Points 的 Reach 点数，摕到2种的回馈。2022的初夏购物节即日起到4月20号，以超强的商品及回馈阵容强势登场。那本次还有独家推出超强的商品组合，像是雅诗兰黛、兰蔻还有迪奥等8大品牌推出美妆霸品日，在 APP 也可以线上线下做抢购。那星光3月会员于 APP SKM Online 首次还可以独享化妆品单品满3000送300，星光3月会员 SKM Point 更首次加入初夏购物节的阵容，让消费者在打卡拿到礼券的同时，还可以拿到 SKM Point 雷点的双重回馈。那初夏购物节在使用 SKM Pay 绑定12大银行，除了有加码的银行版的礼之外，还有更多的礼券，还有好礼可以再加赠。那上半年仅此一度的最强最有感的回馈，只在星光3月台南新天地的2022初夏购物节。欢迎民众会当利用时间，伫咧4月20号的进前来到新天地。嘛，拄到母亲节，搁要来到，会当带着妈妈做伙来采购，当作是母亲节的礼物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